台中5车清洁队的班长倒启发，甲人买电的七头红仔结合着废弃的木材，做成这个手机仔做。清洁队举办资源回收对外活动，将近200个手机仔做，一下就互换了咯。将每一千人单掉的红仔用酒精棉清去了，所以甲粘伫加工过的茶房仔顶，一个有造型的手机仔架就完成啊。我在挑选那个玩具公仔，大部分都属于适合的大小，手机座适合的大小来制作，来贴上那个木板，成为它的手机座。因为塑胶类红仔袂当过回收再利用，所以讲倒班长就发挥伊的创意，将外观甲功能较正常的红仔收集起来了，结合歹去家具贴落来茶房仔，做成手机仔架。办资源回收对外活动的时，将近200个手机仔架随风换了。资源再利用的话，是觉得非常有巧思，非常有创意。清洁队嘛表示讲，将废弃物重新加工再利用，希望讲透过推广落实爱米惜米的环保永续的观念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